哇！真係唔係咁交叉圓圈二噶，大佬。三重彩我哋中嘅10、11、9係拍1030蚊。好易中喎，5、9、10、11，執翻3隻輕磅。呢個場咧 ，Sandy 就淨係聽你講咧，淨係買2隻咧，就買2重彩複式。精我鬼啊！呢啲包裝複星，然後跟住桃花開，甩咗個姜成桃花啊！幾開，人哎呀，桃花開9上埋嚟，第3 9隻中晒，變身4隻中晒，4重彩揀4隻， 10、11、9，真係唔係咁交叉圓圈二噶，大佬。哇！好易中喎！中複式3重彩冇買4重彩，咁你啊唔好難過，但係機會唔係成日發生啊，咁鬼易。即係當你喺度頭痛緊嘅時候，我哋都解答到好多問題。好拉馬出嚟，1號安宇啊！好好火氣啦！落到嚟低啲嘅層次，同呢啲馬跑理應會近嘅嚇，keep 得好好啊！呢啲馬嘅狀態，今日跑1006位，唔係跑1800米，睇下可以跟到咩位啦！number 簿都寫埋馬連杯係啊！3號永遠美麗，狀態翻咗嚟嘅，係能力又好似冇咁高啊！今日收身更加好啦，冇晒肥態嘅咯喎，一啲都冇咯喎，薄生晒皮嘅咯喎，今日個賠率會唔會多翻啲人留意咧14倍。5號包裝複星，咦，今日冇咁癲喎！上一場揀咗佢，覺得好癲嘅喎，今日安靜翻啲咯喎，復出第2場係咪復出第2場啊？係喎，係啊第2場定翻好多喎，今日好事嚟嘅喎，上場發晒癲咁樣啊！係啊好似跑過一場熱身之後，睇下呂健威會唔會繼續攞到分啊？賀年杯啊，阿沈集成啊，成日都好中意攞，信唔信啊？威哥96蚊啫喎！好4號華麗再勝，因為卒之兌現咗咧，係可以跑長啲嘅。當日就爬下幾都爬唔到上去，而家算係呢個大熟大勇嘅時期啊，好好狀態喎！賀年杯啊，希望係還連馬師可以攞到啦。 6號太陽勇士，嗱，個身大家都見到啊，唔係最好嘅時候啊，但係佢最近都係咁嘅款咧，行出嚟咧，佢都可以同你前鬥喎。咁即係對住呢堆馬喺2班咧，只可以近又不能贏。呢個賀年杯可能頭關2中啊，依關先係難搞啊，拉出嚟。得11隻馬係啊！啊，好7號遨遊武士，冇晒以前啲鋭氣咯喎，神操啊，同埋喺亮相圈都見到喎，呢隻稍為弱少少嘅馬行出嚟亮相圈。可以放喺前面走啦，行出嚟有啲短啊，啲步啊， 8號精英紅心，你唔好話呢隻馬頭耷耷喎，佢就算跑泥地，佢都係中意耷低個頭行個馬嚟㗎，你完全唔好俾佢呃到啊！咁啊初初跑嘅時候係跑草地喺沙田係周身大汗啦，而家定晒嘅，好似爭少少功夫啊，但係未必可能預賽預操都未定啊，冇乜路程都要攞出嚟跑啊，但係狀態唔算太差啦。 9號至尊貴寶，大家都幻想佢4歲係咪想爬上去跑咧？拉出嚟唔會差過跑發活谷嗰陣時啊！但係因為大家都知要留翻住少少嚟跑啊，應該睇下跑成點。重戴眼罩啊！反而佢冇乜賽績根據俾你去，淨係得個估字。 10號桃花開，位置馬啦，對住呢堆馬，大家知道佢孭翻輕磅咧，入到直路自己行上嚟嘅馬嚟嘅，佢成日就係俾個重磅棘住咗喺度嘅咋。咁啊孭翻輕磅，遇到咩對手都應該係直路都會衝一衝嘅馬，行出嚟啦！你見到幾有氣勢嘅行出嚟呢個細馬，位置熱門啊佢。係啊，單薄嘅馬見到行出嚟你都唔覺得佢瘦啦，模式靚啦。好11號喜尊龍啊！呢場嘅大熱門，又係攞住佢4歲個概念，覺得佢會爬上嚟啊？係咪真係爬得到呢？最近大家都見到佢一黐到埋身，都遇到啲難事啊！好似熱得有啲過分。我當然我唔會抹殺咗佢輕磅會衝上嚟有機會嘅馬啦。反而我而家見到1號未必擠落去，2、3、4、5啲飛又唔強啊！ 3、4、5都係啊，3、4、5啲飛都唔強，
1160，我反而覺得好似有啲鬼鬼地嘅7號嗰啲飛，我會覺得今日剩翻啲嘅咧，5、9、10、11，執翻3隻輕磅，咁樣村民都應該會出現冷門嘅咯，已經係啊。6號點解拎起咗佢咧？因為呢個磅位咧，其實幾尷尬下，佢都冇辦法突破到嘅馬嚟嘅。哇！Sandy 就淨係啊！如果你中意擠翻落去3號彩，當然係冇乜大錯啊。但係你要估佢好似冇乜招架之力咁啊！頭先嗰場咧，Sandy 就淨係聽你講咧，淨係買2隻咧，就買咗2重彩複式。精我鬼啊！呢啲好啦，咁啊馬咧就跳緊去閘前啦。大熱門而家係11號嘅喜尊龍啊！希威森啊！突然間問，好似問奧爾文借咗隻手襪戴咁啊！佢好少戴呢個顏色啊，係啊，淺藍色啊。2.4倍嘅獨贏1.5倍嘅位置啊，喜尊龍11號。10號啊，睇下鍾易禮點發揮啦！近來都好似好耐都冇幫股東嚟贏到馬咁啊，幾難攞個發力點㗎，因為桃花開啊，位置又唔係好直薄啊，個 win 又好似難贏啊嘛，隻10號呢啲不三不四。又巴道奇呢啲咁嘅低分唔係低盤馬咧，驚佢㗎。係啊，另嘅。仲要係杯賽，硬係有一手㗎佢啊！因為我10同11，我會信邊隻多啲？我好似信10多啲㗎，係啊。咁啊，10號桃花開獨贏咗6格啦，已經。係啊，6倍啊！唔算難跑嘅，出咗嚟跟住個位轉彎攞到個平衡嘅發力追嘅啫。希望鍾易禮又唔好搞咁多嘢，等陣又出又入喺度捐啊！好啦，紅燈亮起啦，馬就準備開始入閘啦。10號啊，繼續喺度綠燈嘅5.7倍啫，而家。知道係最輕磅嗰2隻。咁即係上邊嗰啲殘殘地啦嚇，係咯，10、11啊去晒。啊，隻5號臨入閘又好似有啲猛整咁啊！包裝復星。跑成點咧？上一次真係發晒癲咁啊！10號繼續落嘅5.5倍啊！係嘛？你見到開始嗰隻5號有啲猛整啊，推佢入閘。頭先都好地地嘅。好入晒，準備開跑。11號漏閘。嘅慢咗啦，咁啊跳咗出嚟嘅有7號啊，遨遊武士啊，帶咗頭啊，跟住佢嘅就係包裝復星，然後入邊就太陽勇士，出邊嘅永遠美麗，最後啲安如，然後桃花開，華麗再勝喜尊龍嘅。好啦，咁啊而家帶咗出嚟啦，7號嘅遨遊武士，跟住永遠美麗，然後內欄嘅太陽勇士，出邊嘅包裝復星，然後最後啲安如桃花開，黐住條欄嘅喜尊龍，然後華麗再勝嘅頭段24秒7啊，帶緊頭啦，順住放嘅係7號嘅遨遊武士啦，跟住佢出邊嘅就永遠美麗，最後啲太陽勇士，然後就包裝復星，最後邊出邊嗰隻安如，入邊嗰隻桃花開，黐住條欄嗰隻喜尊龍，然後最後啲啦就係華麗再勝啦。第2段23秒03啊，好啦，轉緊彎啦，準備入直路噶啦。咁啊，遨遊武士仍然帶緊頭嘅，拍住佢嘅有永遠美麗，然後出邊嘅包裝復星，再出啲啦桃花開嘅，然後後邊就安如嘅。好啦，入到嚟直路啦，包裝復星，然後跟住桃花開，桃花開。甩咗個韁繩桃花係幾人開，啊？哎呀，桃花開9上埋嚟，第3 9打4隻中晒，變身，等你變身，變啊！4隻中晒，4重彩揀4隻，10、11、9，真係唔係咁交叉圓圈2㗎，大佬。至尊貴寶位置啊！喂，我我哋4重彩㗎喎。唉，村民去搞掂晒啦！哇，好易中喎！中複式3重彩冇買4重彩，咁你啊唔好難過，但係機會唔係成日發生啊！咁鬼易，即係當你喺度頭痛緊嘅時候，我哋都解答到好多問題。當然啊，5、9有時我聽唔好咁貪心啦，3重再好。係夜晚10號啊，獨贏派59蚊，位置派17蚊，跑第2名11號，位置派11個半，跑第3名嘅9號，位置派38蚊，跑第4名嘅係5號。連日啦，10打11係派56蚊，2重彩10打11係派139蚊，3重彩我哋中嘅10、11、
9係派1030蚊，單 T 啦9、10、11係派210蚊，位置 Q 10搭11係派23蚊，9搭10係派103蚊，9搭11係派58個半。四連環5、9、10、11係派544蚊。呢位Michael 你係咪我哋會員嚟㗎？多謝兩位，你welcome 啦，我哋只可以講。